来看台湾的皮肤科医学会统计哦，全台湾400间区域病院、个地区的病院，7成拢无皮肤科的专科医生。主要是因为一寡医学系毕业的学生哦，拢直接去做医学美容咯。伊家是烦恼讲未来哦，若有皮肤动症的病人，恐惊会真歹找到专科医生。有的民众若拄到皮肤会痒、会痛、碰拍等等皮肤的问题，拢会去医疗院所挂号，互皮肤科的专科医师看。药涂又痒啊，都没等筋啊。所以这次换药好像好一点。很严重的异位性皮肤炎，就是到天气转变的时候就会好发的很严重。住院的病人他可能会伴随着可能因为不管是因为药物的过敏啦，或是感染的这些状况，甚至都需要有皮肤科医生来帮忙做一些我们叫皮肤切片的一些检查。不过根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统计，全国有400间区域病院甲地区的病院，有甲7成拢无皮肤科专科的医师，出现人力的断层。原因包括有一部分的人，医学系出业考调医师的牌了后，都直接做医美，或者是完成 PGY 训练了后，都投入医美的领域。医界烦恼讲，万不利若出现皮肤病动症的患者的时阵，敢会当送去医学中心，这互病院塞车的现象会愈来愈严重。这些皮肤炎、干癣这些，它可以很严重影响病人生活品质的极重症的疾病，健保的给付也把它视同是一般的疾病，所以它的对于医院来讲，它的收入相当的低。我们政策的目标就会是区域能够做协作，把病人 hold 在区域里面。这个区域基本上面就必须以皮肤科而言，他们就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需要住院。台湾皮肤科医学会呼吁政府应该重新检讨健保支付的制度，嘛建议甲皮肤科的医师纳入癌症治疗甲长照的团队，而且甲专科医师的卡手纳入去病院评鉴必要的项目。针对这点，卫福部强调讲，国内皮肤科专科的医师卡手有够野，也若紧急、严重、罕见等等的动症，也是希望会当回归医学中心来治疗。公视新闻台北报道。